来乡亲换来看，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蔡英文甲赖清德拢无要相让，尤其是赖清德真不满，当月批评民进党，讲建界见面讲要协调，但是拢无咧讲定数，都敢若叫伊着爱退。赖清德讲，党内透过各种的管道，要来促成摸配，实在是真不可取。这个协调小组的成员之一，立委郭建明对这个赖清德的不满呛声，无愿意加讲。但是嘛，当看出这个民进党内的气氛是不止啊紧张。见面通通都不谈程序嘛，然后就要我退嘛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拜时出席反并吞记者会，火力全开。透过各种管道。只是在讲某配，不足取啦。批评民进党的初选过程，民进党5人协调小组敢会启动协调蔡赖会？什么时阵2人会搁会面，引起外界关心？我们严守一个分际，就对于文件小组内容内部的事情，绝口不提，请大家要见谅。但针对说这礼拜要协调，我完全没有任何资讯。针对赖清德批评讲，无讲停书，干那爱伊退。我不会去评论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立委陈明文认为讲，爱有政治伦理。蔡英文是现任的总统，5人小组一开始当然是会劝退这个赖清德。赖清德难得激动表达不满，党内当然有无共款的声音。如果协调不成，就是按照党的民主规则，那就是要进行初选的下一阶段。蔡赖配的角度，或者是初选的公平的制度的角度，这2个都应该一起思考。要安怎两全其美，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大考验。拜六废墟大游行就要举行啊！蔡英文、赖清德2人会安怎互动，变成焦点。